先将流鱼炒甲入味，加上红葱头甲虾米的芡芳，只是芳气已经满厝间，毋过步骤也未完，佮将香菇、肉丝甲山楂倒入去做伙炒，最后淋上独家秘方，做伙滚30分钟，就成为油饭顶面的用料。也才表示，这拢是传统的手艺，爱相当高工，加上用的阁是阿公留落来鼎灶，充满古早味。台南这间100年的米糕店，虽然以米糕为主，不过10当前因为有人客拜托做油饭，好滋味的风评传出去，才坚力做。第3代黄庆丁表示，因除了坚持传统味的做法，用的是1斤200块的乌猪仔肉，敢若用料的讲究，就是甲别人无同款。毋是讲新妇足厉害，是做料够，毋是新妇厉害。哦，这是较早老岁仔人咧讲。所以我坚持着用这个理念，用岐山乌猪仔肉，加迄个鸡腿的甘蔗鸡，所以足侪人官员吃到，包括陈仲谋啦，很多大官都在我们这边吃，要送朋友，所以我们这个油饭现在做得非常好，像在这几天订了蛮多。100年的传承来到第4代，黄明峰爸仔囝做伙拍拼，除了用米糕伫国内外各大比赛当中得冠军，甚至是金马奖等国宴的指定，成为台南人的骄傲。同时推出的德喜啊米糕拍出知名度，伫真空包装甲礼盒顶面嘛下功夫，就希望将米糕甲油饭拢不断提升。用柔情美意加年年歌声来迎接未来挑战。我会去外面看，然后看人家怎么包装，然后我们再拿回来再研究，然后再更上一层楼，就是看别人怎么包装。因为现在都是大家都送礼嘛，过年3节都会送礼，然后想说看要怎么把业绩提上来。对，因为别人可以，我们也可以。对啊。虽然是100年老店嘛，是要创新啊。对，就是讲一定爱创新，因为大家啊用较早就是报纸包的，甲咱即摆用放手里的地仔底，迄个是无同款的物件。为了将油饭的好滋味甲有需要的民众分享，2月27甲3月1号这2天的中昼进前拢有试食，欢迎网络预约，只要摕妈妈手册，就免费领细起来状元油饭1份。台南新闻，阮是何乔邦采访报道。